大家好，我係大圍米高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傲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大圍米高可以加我 WhatsApp、微信或者打電話俾我，比較埋附近嘅租盤賣盤同一手買賣。多謝大家。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廚房。有雪櫃、爐頭、抽油煙機，飯廳嘅位置可以放個2人飯台。另一邊就係洗手間，有洗衣機同燙衫板，企缸設計，方便能用。我哋睇一睇客廳，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可以放梳化啦。前邊就有個露台，對住係內園嘅景觀。亦望到遠處嘅針山。房間右手邊特設衣櫃位，左手邊可以放個雙人床，對住係內園嘅景觀，亦望到遠處嘅針山。如果各位想睇呢個單位，歡迎隨時聯絡我，大圍米高，多謝大家。